有所在因为这2天这雨落了上过大，就有一个这个鱼池水泉淹起来，技师迄个无法度互一寡民众来伫遮伫运动，迄个阮会督促中华市公所赶紧来先做好这个安全设施，然后日后看安怎来补救这淹水的这问题，较袂变落雨，就变淹起来安尼。淹水的问题是昨下早落大雨就开始淹包括迄个儿童设施儿童咧耍遐个所在就拢淹水，淹起甲脚头有咯，规个水整个规个拢甜蒙蒙，我拢呼吁讲，各位要来遮耍的小朋友爱小心，尽量唔好带出来，因为太危险了，因为这有乱的所在无迄个水泥地这摆发生过这种代志无？唔捌啦，即马这落大雨才安尼，这水涨起来是才有法度咯，安尼啦，无过去是较罕有像今仔日较早的情形啦。好，咱几时我姓吴，我车兰里里长。对面顶流倒落来，面顶流落来。这是水，这物件，这是水遐流倒落来，是江水，拢淹去到遐。水摕中间这物件，这拢流倒落来。这边这规个你搁行过来，你搁行过来。